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企喺超市貨架前面，面對50種洗髮水，結果站咗成5分鐘，最後隨手拎咗一支根本唔係自己想要嘅，又或者你喺 Netflix 開咗個 account， 有幾千套戲任你揀，但你花咗1個鐘40分鐘喺度 scroll， 最後關咗個 app 瞓覺，你係咪以為係自己太挑剔？係咪以為自己今日太返思維唔清晰？唔係嘅。呢件事根本同你個人嘅意志力無關，係你對自由嘅定義本身出咗問題。我哋從細到大都被灌輸一個信念：選擇越多，等於自由越大，自由越大就等於幸福越大。政客用呢個邏輯賣民主制度，市場用呢個邏輯賣消費主義，科技平台用呢個邏輯賣無限內容。但係有一個問題一直冇人肯正面承認：為咩有更多選擇嘅時候，人反而更痛苦？為咩冇得揀嘅時代，好多人反而決斷力更強？呢個唔係你一個人嘅困擾，而係人類大腦一個根本性嘅矛盾，一個寫係你 DNA 裏邊嘅設計缺陷。1998年，哥倫比亞大學嘅心理學家 Sina Iyengar 同 Mark Lepper 做咗一個實驗，結果幾乎顛覆咗當時所有市場學嘅假設。佢哋喺一間高檔超市入邊設立咗2個試食攤位，一個擺咗24款果醬，另一個只有6款。24款果醬嗰個攤位吸引咗6成路過嘅人停低，6款嗰個只有4成人停。表面上睇，更多選擇明顯勝出，但係當你睇到最後真實購買率，你就會發現呢個實驗有幾殘忍。24款攤位只有 3% 嘅人實際買咗果醬，6款攤位嘅購買率係 30%， 即係話選擇多咗6倍，實際行動反而跌咗10倍。呢個現象俾咗一個好聽嘅名叫做選擇嘅悖論。但悖論後面嘅機制比個名本身更加可怕。我哋要搞清楚嘅唔係個現象本身，係點解我哋個大腦會係咁。講呢件事之前，我要你想象一件事，想象你係一個智人，站喺東非大草原，係大概12萬年前，你面前有2條路，一條可能有食物，一條可能有捕食者。你冇時間分析，冇數據，冇 Google Map， 你嘅大腦要在幾秒之內做出決定，而且通常呢個決定係命運有關嘅。喺呢種環境下，大腦會點樣進化？佢唔會培養出一個全面分析所有可能性嘅系統，因為呢樣嘢太費能量，而且太慢。佢只會培養出一個夠好就得嘅快速回應系統，一個能夠根據少數關鍵線索即刻作出行動嘅機制。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你今日用嘅大腦係為咗一個選擇極度有限嘅世界而設計嘅，但係你而家活係一個選擇近乎無限嘅環境。你個大腦係一部石器時代嘅機器，卻被逼跑21世紀嘅軟件。喺呢種錯配入邊，大腦不斷超載，不斷崩潰，不斷作出你自己都唔明白嘅決定。要理解呢個過載係點樣運作，你需要認識一個概念：認知負荷。我哋大腦嘅前額葉皮質係負責邏輯分析、權衡利弊、長遠規劃嘅區域，但佢嘅工作記憶容量係有嚴格限制嘅。大量心理學研究顯示，人類同一時間能夠有效比較嘅選項大概係3到7個，超過呢個範圍，前額葉皮質唔係話會慢慢退化，而係直接罷工。你唔係比較效率下降，係成個比較系統關機，然後由你大腦更原始嘅部分接手。而呢個更原始嘅部分最擅長嘅唔係作決定，而係逃避決定。分析癱瘓呢個狀態唔係因為你唔夠聰明，而係大腦係做一件對佢嚟講完全合理嘅事，放棄消耗能量。我哋嘅大腦佔體重大概 2%， 但消耗人體 20% 嘅能量。喺進化壓力下，大腦學識咗一件事：唔必要嘅思考係一種浪費。當選項數量超過認知容量，大腦唔係提升處理能力，而係拒絕處理，因為呢個係能量效率最高嘅選擇。你以為你係因為謹慎所以猶豫，但你嘅大腦係因為太精打細算所以停機。喺呢個意義上，分析癱瘓係一種省電模式，只不過係出現係最不合時宜嘅時候。但係認知超載只係第一層問題，真正令呢件事變成噩夢嘅係你大腦埋藏係更深處嘅一種本能，對失去嘅恐懼遠遠大過對得到嘅渴望。Daniel Kahneman 同 Amos Tversky 係上世紀70年代提出咗損失規避呢個概念。佢哋嘅實驗顯示，損失帶嚟嘅心理痛苦大概係同等收益帶嚟嘅快樂嘅 2.5 倍。咁係唔係咁說？你揀中一支好味洗髮水嘅快樂，唔夠你揀錯咗嘅痛苦嘅一半。從進化角度解釋，呢個完全合理，係資源稀缺嘅環境下，
失去食物或者庇護所嘅威脅，遠比得到額外資源嘅機會更加致命。大腦因此被訓練成一個對損失高度敏感嘅雷達，每一次決定都先算清楚我會失去咩，而唔係我會得到咩。但係喺50款洗髮水面前，呢個機制變成咗乜嘢？每揀一款，你就係再放棄另外49款。你嘅大腦唔係自計算你選咗嘅嗰款有幾好，係同時計算你所有放棄嘅可能性。喺原始環境，你頂多係喺2條路中揀一條損失規避呢個系統處理得來，但係喺50個選項面前，個計算量係指數級嘅。49種潛在損失同時湧入前額葉皮質，然後佢就爆炸。你感受到嘅嗰種揀唔到嘅感覺，唔係優柔寡斷，係一個古老嘅生存演算法，遇到現代世界嘅算力需求而直接當機。跟住仲有另一層你可能從來冇意識到嘅恐懼，叫做預期後悔。心理學家發現，人係作決定之前會預先想象自己未來後悔嘅畫面。呢件事本身係一種防禦機制，幫你避免衝動決定。但係同損失規避結合之後，佢會變成一種自我癱瘓工具。當你喺24款果醬面前，你唔係淨係揀果醬，你係同時喺度想象，如果我揀咗呢款，但另外嗰款更好點算？如果我今晚請客朋友唔中意我揀嘅果醬點算？如果下個月打折我先知，咁我依家買係咪蝕底？每一個如果都係你大腦製造嘅後悔情景，而係選項越多，可能嘅如果就幾何級數咁爆炸。你係咁站喺超市嗰醬架前邊，唔係因為你想太多，係因為你嘅大腦正在同時渲染幾十個平衡宇宙，然後令你感受到喺所有平衡宇宙中後悔嘅痛苦，而你根本仲未作任何決定。呢個係人類大腦其中一個最殘忍嘅功能，佢能夠令你因為一件未發生嘅事而感到痛苦。講到呢度，你可能以為問題只係喺超市揀嘢咁簡單，但我要你諗更大一個尺度。你而家 WhatsApp 裏邊有幾多個群組？你 Telegram 關注咗幾多個頻道？你 LinkedIn 上面有幾多個關係？你 Netflix 未睇清單有幾多部戲？每一個額外嘅選項咧，都係喺消耗你認知資源，都係喺對你嘅大腦說：喂，你要處理我，都係喺積累緊嗰種我有好多事未做好嘅背景焦慮。現代資訊環境係第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根本上超越咗我哋認知容量嘅環境，而我哋嘅大腦對此幾乎完全冇防禦能力。但呢件事有一個更陰險嘅部分，係企喺幕後操控你每一個決定嘅人，係有意識咁設計呢個困境嘅。想一下 Netflix 嘅推薦演算法，你有冇發現 Netflix 越係了解你，你反而越難揀？因為演算法越精準，你嘅推薦列表就越多係你可能真正中意嘅嘢，而每一個你可能真正中意嘅選項，都係在增加你嘅預期、後悔、壓力。科技平台唔係唔知道呢件事，佢哋非常清楚，但係選擇困難帶嚟嘅係更長嘅瀏覽時間、更長嘅停留、更多嘅數據收集、更好嘅廣告定位。你喺度因為揀唔到戲而痛苦嘅時候，平台係收緊你嘅數據，研究你更深層嘅偏好。你係被揀唔到嘅狀態困住，但平台係被你持續使用嘅狀態受益。超市嘅設計邏輯更加直接，多個品牌研究都顯示，當貨架面積增加，消費者停留時間增加，但每人購買件數未必提升，甚至可能下跌。但係超市仍然繼續增加 SKU。因為重點唔係每個消費者揀幾多嘢，係整個店嘅感知豐富度，讓消費者覺得呢度有我要嘅嘢，繼續返嚟。你因為係24款果醬前面太多選擇而無法決定，超市係因為你下次仲係返嚟揾而受益。你係一部正在被耗盡電池嘅機器，而插頭掌握係別人手中。有一個更細微但可能更影響你每日生活嘅機制，係社會比較壓力。當選擇多，人自然開始問其他人揀咗咩？社交媒體嘅崛起，令比較呢件事從一個偶爾出現嘅行為，變成一個每分鐘都在發生嘅默認狀態。你而家揀餐廳係要睇 Instagram 幾百條評論，揀電話係要睇 YouTube 幾十個開箱影片，甚至揀一本書都要先睇 Goodreads 評分。資訊系統令你覺得你係在更理性地作決定，但實際上你係在無限擴大你比較嘅數據集，而每一個額外嘅比較點都係一個額外嘅認知負荷，都係喺提高你預期後悔嘅機率。你以為你係在做功課，其實你係在令自己越嚟越難決定。呢度有一個心理學研究結果非常反直覺。Barry Schwartz 喺佢嘅研究中發現，高度依賴外部信息比較嘅決策者係完成決定之後嘅滿足感反而低於嗰啲主要依靠自己偏好而唔太參考外部意見嘅人。
即係話做咗功課揀嘅決定，唔一定係令你最滿意嘅決定，因為當你積累咗大量外部比較信息，你判斷自己決定係咪正確嘅基準，唔再係自己嘅感受，而係同所有其他選項相比係咪最優啊？一旦你用最優呢個標準，幾乎任何決定都唔夠格，因為喺一個無限大嘅比較集合中，總係有一個更好嘅選項係你未睇過嘅。呢個就係最大化者嘅陷阱。Herbert Simon 咧喺1956年提出咗一個分類，將決策者分成兩種 ：maximizer， 即係話永遠要揾最優解嘅人，同 satisficer， 即係話揾到夠好就接受嘅人。Simon 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係佢最重要嘅貢獻唔係一個複雜模型，而係一個關於人類理性嘅根本性糾正。人類唔係最優化機器，係有限理性機器。我哋嘅認知資源有限，時間有限，信息處理能力有限，所以最好嘅決策策略唔係追求最優解，而係限制條件下揾到夠好嘅答案，然後執行。諷刺嘅係 maximizer 通常係嗰種表面上最努力、最認真對待決定嘅人，但研究顯示佢哋嘅決策後滿足感係所有分類中最低嘅，後悔程度係最高嘅，甚至係做咗最客觀正確嘅決定之後都係咁。因為問題唔喺決定嘅質量，係喺評估決定嘅框架。當你永遠用係咪最優嚟量度自己嘅選擇，你永遠係輸嘅嗰方。好，我要停喺呢度，因為有一件事我必須講清楚，選擇越少越好，係咪一個普適規律？唔係嘅，呢個係大多數人係學咗果醬實驗之後得出嘅過度簡化結論，但科學唔係咁運作嘅。喺我哋繼續深入之前，我要先拆解一個你可能已經存在嘅誤解。果醬實驗係真實嘅，係重要嘅，但係佢被引用嘅方式本身就係一種選擇性詮釋。後來有研究者試圖重複呢個實驗，結果係唔一致嘅。有啲重複實驗冇發現小選項高購買率呢個效應，甚至有研究係特定條件下發現相反結果。呢度係咪代表 Iyengar 同 Lepper 嘅研究係錯嘅？唔係，係代表選擇困難呢件事比我哋想象嘅更加複雜，更加依賴語境。有幾個關鍵變數係決定多選項係咪會造成癱瘓嘅。第一個係你有幾清楚自己想要咩？如果你係一個威士忌鑑賞家，面對50款單一麥芽威士忌，你唔係癱瘓，你係興奮，因為你嘅認知框架已經有足夠嘅結構去處理呢個複雜度。你已經知道自己係搵煙熏味定係果香，係高地區域定係艾雷島，係12年陳釀定係非冷凝過濾。選擇嘅複雜度唔係絕對值，係相對你個人既有知識結構嘅相對值。同樣係50個選項，對專家係一個合理嘅選擇空間，對新手係一場認知災難。第二個關鍵變數係選項之間有冇清晰嘅分類結構。Iyengar 本人係後來嘅研究中發現，當你將24款果醬按照口味類型、甜度、配搭建議清晰分組，選擇困難嘅效應會大幅削弱。呢個發現非常重要，因為佢告訴你問題嘅本質令你癱瘓嘅唔係選擇本身嘅數量，係你大腦需要自行建立比較框架所消耗嘅認知資源。當環境替你做咗呢個分類工作，你嘅認知負荷就下降，決定就變得可行。第三個變數係決定嘅重要性。揀果醬同揀人生伴侶係截然唔同嘅認知任務。對於低重要性嘅決定，選擇過多係最有殺傷力嘅，因為投入大量認知資源係本來不值得認真對待嘅事情上，係一種系統性嘅能量錯配。對於真正重要嘅人生決定，適度嘅選項增加通常係有益嘅，因為重要決定本來就值得消耗更多認知資源，而且通常你已經對呢個領域有足夠嘅背景知識去建立比較框架。問題係我哋嘅大腦唔係一直都能夠準確分辨呢個決定係咪真係值得我認真對待。我哋會將大量精力花喺揀 Netflix 片上，然後對真正重要嘅決定敷衍了事，因為嗰個時候認知資源已經耗盡。呢個現象有一個名叫做決策疲勞。法官嘅研究係呢個領域最令人不安嘅發現之一。以色列一個研究追蹤咗法官喺1日之內嘅假釋批准率，發現早上第一個案件假釋批准率係大約 65%， 但係隨住1日嘅案件數量積累，批准率係穩定下跌，到臨近休息時間前跌至接近0，然後係休息之後批准率再次回彈至65左右。法官唔係因為下晝嘅囚犯更危險而拒絕假釋，係因為作決定本身係一種資源消耗活動，而拒絕批准係認知疲勞狀態下最省力嘅選擇。因為維持現狀永遠比改變現狀更唔需要思考。你自己嘅生活裏面呢個現象比你以為嘅更加普遍。為咩好多人係下班之後最容易做出衝動消費？為乜嘢星期五下午開會係最難作出高質量決策？
為乜嘢你係做完一系列小決定之後，對真正重要嘅事情反而會敷衍了事？唔係因為你到咗嗰個時間點唔重視重要嘅事，係因為你嘅決策系統已經資源耗盡，而你嘅主觀感受並冇準確反映呢個狀態。你感覺係我好鳩想休息，但你嘅大腦實際正在做嘅係降低所有後續決定嘅處理深度，以節省能量。而家我想你諗一個更加宏觀嘅問題，如果選擇過多係一個咁根本性嘅認知負擔，點解現代社會嘅趨勢係提供越嚟越多嘅選擇，而唔係越嚟越少？答案係因為多選擇對提供選擇嘅一方係有利嘅，即使佢對接受選擇嘅一方係有害嘅。呢個利益矛盾係理解現代消費環境嘅關鍵。電商平台知道選擇太多會令人唔買嘢，但佢哋仍然放10萬個 SKU 係平台，係因為完整性感知對平台嘅吸引力係至關重要嘅。消費者係揀平台本身嘅時候，係因為呢度有齊所有嘢，而唔係呢度令我容易作決定。所以平台嘅設計邏輯係用海量選擇吸引你入場，然後用推薦演算法係你係內部迷失嗰刻替你縮細選擇。但呢個縮細唔係由你主導嘅，係由平台主導嘅。平台決定你睇到咩，平台決定咩係最適合你，然後你以為係自己揀嘅選擇嘅幻象維持住，真實嘅控制權卻已經轉移。金融產品係另一個極端，你有冇試過研究強積金或者投資產品？香港市場上嘅基金選擇動輒幾十上百隻，絕大多數人嘅反應唔係認真比較，係要係完全唔理，維持默認，要係隨便揀一個聽落合理嘅隨機化決策。行為金融學研究顯示，當退休金計劃提供更多基金選擇，參與率反而下跌，而且留係計劃嘅人嘅投資組合質量亦普遍更差，因為大量選擇令人倍感無力，最終選擇係預設選項或者最簡單嘅選項，而呢啲選項未必係最適合個人嘅。金融機構明知呢個現象，仍然持續增加產品線，係因為多產品線幫佢哋鞏固專業感知，亦幫佢哋分散監管風險。即使個別消費者嘅決策質量因此下跌，喺呢個設計中係完全可以接受嘅代價，而且呢個代價係由消費者承擔嘅。政治領域嘅選擇過載效應係最容易被忽視，但又係最影響深遠嘅。當一個社會議題提供多過7至8個立場或者解讀角度，大多數人嘅反應唔係更加深思熟慮，而係退回至最熟悉、最簡單嘅解讀框架，通常係佢哋已有嘅立場，或者佢哋信任嘅媒體嘅框架。資訊多元化令人以為公眾會更加理性，但認知負荷理論預測嘅係相反，資訊越多元，選擇越複雜，人越容易依賴哲思，越容易被簡單化嘅敘事所吸引，而唔係被嚴謹分析所說服。某種程度上，媒體嘅資訊多元係令社會走向更簡單化思維嘅一個悖論性推手。但係喺度我需要加入一個我認為係最常被忽視嘅分析層面。選擇過載嘅傷害唔係平均分配嘅。有研究顯示，認知資源嘅總量本身係有個體差異嘅，而且係深受外部壓力環境影響嘅。生活係資源匱乏環境下嘅人，例如長期承受財務壓力、住房不穩定、工作不穩定嘅人，佢哋嘅認知頻寬係持續被管理匱乏呢個任務所佔用，可以用嚟作其他決定嘅認知資源就更少。即係話，窮人唔係因為唔識計劃而做出更多糟糕決定，係因為僅僅係維持日常運作已經消耗大量認知資源，而豐富嘅選擇環境係佢哋嘅困境雪上加霜，而唔係賦予解放。Senthil Mullainathan 同 Eldar Shafir 喺《匱乏》呢本書裏邊系統性地記錄呢個現象，而佢哋嘅核心洞察係選擇自由呢個概念係唔均等地被人享受嘅，因為享受選擇自由需要認知資源，而認知資源唔係均等分配嘅。呢個視覺令選擇嘅悖論唔再只係一個關於買果醬嘅有趣心理學趣聞，而係關於環境設計如何系統性影響不同社會群體嘅決策能力嘅一個深層問題。但係無論你嘅認知資源有幾多，有幾個係任何人都可以應用嘅機制去重新奪回對自己決定嘅控制權。我而家要講嘅係呢幾個機制背後嘅原理，而唔係空洞嘅自我提升貼士。第一個原理係事前約束。行為經濟學有個概念叫做 pre-commitment， 即係決策壓力出現之前，預先設定規則，限制自己嘅選擇空間。Odysseus 嘅故事係最古老嘅例子。
希臘神話中 Odysseus 知道 Siren 嘅歌聲會令佢無法抗拒，所以係船駛入危險水域之前，叫手下把自己綁喺桅杆上，並且命令手下無論佢點樣求情都唔好解開。Odysseus 唔係靠意志力抵抗誘惑，係靠重新設計環境，令誘惑發生之後，自己已經無法作決定。呢個邏輯放喺現代選擇過載嘅情景中，意味住係你認知清醒、壓力低嘅時候，提前設定規則，然後讓規則喺壓力發生時替你作決定。你唔係超市度決定要買咩？你係出門之前已經決定好一張清單，到超市之後只係執行，唔係重新決策。第二個原理係標準先行，即係 Herbert Simon 嘅 Satisfier 策略嘅操作法，係任何選擇行為發生之前，你需要用語言明確地定義夠好係咩，唔係抽象地說。我想要好嘅係具體地定義，我需要呢3個條件，只要有選項滿足晒呢3個條件，我即刻決定，唔再繼續比較。呢個策略嘅心理機制係，佢預先設定咗一個完成信號，令你嘅大腦知道幾時可以停止搜索。缺乏呢個信號，你嘅大腦係開放式搜索模式，理論上係無限延伸嘅，因為永遠可能有一個更好嘅選項係你未睇到嗰處，有咗清晰嘅夠好定義，搜索係有終點嘅。第3個原理係認知時差管理，選擇疲勞係積累性嘅，但我哋通常唔會察覺到自己係疲勞狀態。一個簡單但有效嘅做法係將重要決定刻意安排係認知資源最充裕嘅時間，即係大腦剛剛休息之後，最常見係早上。將低重要性嘅選擇盡量默認化或者批量處理。Mark Zuckerberg 同 Barack Obama 都公開講過，佢哋係日常穿着上完全唔花心思，係因為佢哋明白決定咩衫着係一個真實嘅認知消耗，而呢個消耗係佢哋不能負擔嘅。你可能覺得呢樣嘢唔係你生活嘅問題，但係如果你仔細數一下自己每日係幾點鐘開始感覺腦袋轉唔到，你可能會發現呢個時間點比你預期嘅更早，而係此之前你已經作咗多少個大大小小嘅決定。第4個原理係接受不完美嘅成本，呢個係最難執行，但係最根本嘅。損失規避同預期後悔令我哋對可能後悔極度敏感，但真實嘅後悔研究顯示，人係行動產生嘅後悔，長期係比唔行動產生嘅後悔消退得更快、更徹底。即係話，你揀錯咗個果醬之後嘅不滿，係幾日之後通常已經基本消散。但你喺超市門前因為揀唔到而完全放棄購買，然後成個禮拜冇果醬用，呢個後悔會持續更長。行動後悔係短暫嘅，不作為後悔係綿長嘅。但係我哋嘅決策直覺係完全相反嘅，我哋直覺上係避免行動以避免後悔，但實際上呢個策略係加重後悔總量嘅。理解呢個不對稱，唔係話要你冇腦衝動，係要你知道，等我先睇多個選項，呢個反應本身係一種有代價嘅行為，而唔係一個中性嘅等待。而家我要帶你去更遠嘅一個問題，如果你能夠係選擇過在呢個陷阱中完全免疫，完全能夠理性咁評估任何數量嘅選項，不受損失規避同預期後悔影響，你嘅生活會係咩樣子？你以為會更好，但係有一個你可能無法預期嘅後果。選擇嘅意義本身係建立係限制之上嘅。當你寫一首詩，係因為語言唔係無限嘅，係因為字詞有重量，意思有邊界，所以選字才有意義。當你揀一個伴侶，係因為人生係有限嘅，所以委身喺一段關係中先至有意義。如果你係一個能夠完全理性評估、無限選項、永遠唔受損失規避影響嘅存在，你嘅每一個選擇都唔再係一個真實嘅承諾，係一個暫時性嘅配置，隨時可以更新至更優解。呢樣嘢係哲學層面係自由嘅，但係心理層面係一個無法找到意義嘅地獄。Barry Schwartz 係佢嘅著作中引用咗存在主義哲學家嘅觀點，指出人類嘅自由意志唔係無限選擇中體現嘅，而係有限選擇中作出真實承諾嘅能力體現嘅。當你係有限條件下說，我選擇呢個，你係展示你作為一個存在個體嘅自主性。當你係無限條件下，永遠係尋找更好嘅答案。你唔係行使自由，係逃避真正嘅選擇。呢個視角唔係勸你接受規範或者逆來順受，而係要你重新定義自由同選擇之間嘅關係。真正嘅自主性唔係擁有最多選項，而係清楚知道自己係根據咩標準作決定，並且能夠係作出決定之後接受晒所有放棄嘅可能性，唔係繼續哀悼佢哋。
從腦科學嘅角度睇，呢個能力係有神經基礎嘅，係人類嘅前額葉皮質充分發展之後，我哋係具備接受現實、放下未竟嘅可能性嘅能力㗎。但係呢個能力係需要練習㗎，係需要係反覆做決定之後承認，我唔知另一個選項係咪更好，但呢個已經夠好嘅過程中訓練出嚟嘅。每次你係選定之後，繼續幻想其他選項，你係強化神經回路中未完結選擇搜索嘅模式。每次你係選定之後投入執行，你係訓練一種認知閉合能力。閉合選擇唔係認輸，係一種成熟嘅認知功能。你今日咧係決策上最大嘅競爭優勢，唔係更聰明，唔係信息更全面，而係能夠係有限資訊下快速閉合決定，然後全力投入執行。係信息爆炸嘅環境下，所有人都係處理同一個認知過載問題，係能夠更快脫離分析癱瘓狀態嘅人，係能夠更早進入執行階段嘅人，無論選咗咩，佢都係同一個時間窗口內積累更多真實嘅反饋，作出更準確嘅修正，而喺度流連不斷比較無法閉合嘅人，佢永遠係信息搜集階段，用無限嘅分析替代有限嘅行動，然後將我係研究緊呢個狀態合理化成謹慎。所以最後個問題唔係你應該揀幾多選項，而係你有冇能力問自己，我依家喺度比較，究竟係在認真篩選，定係用比較呢個動作逃避一個我已經知道答案但唔敢承諾嘅決定？你而家生活中有冇一個喺度繼續研究緊嘅決定？其實你心底裏已經知道你想點，只係你一直唔敢停止比較，因為停止意味住你要為呢個選擇負責。